传统社会认为成家立业是一定要做的代志，不过时代改变啊，通货膨胀钱变薄，若要结婚生囝，拢着爱斟酌考虑。下暗7点半，台语台青春咱的梦，咱的世代专题，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少年世代面对什么款的课题，咱的社会甲政府会当安怎拍算，帮助因改变困境。伫咧民主社会出世，听过月入2万2计生困境的学生囡仔，即阵已经是30、40岁青壮世代。因当咧行一条无啥好行的生计路，买厝、食头路、养囡仔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为着兼顾事业发展甲家庭的关系，即马有袂少人选择以假日夫妻方式来经营厝内，结合社福资源，还是厝内亲人的资源力量，请养囡仔大汉。我的职业是律师，主要也是会感觉讲事业的机会伫咧台北为主，暂时阮就是即马这样的这个模式来去进行。教育费用提升是即卖人毋敢生囡仔的原因之一。要安怎健全托育的制度，对家长也是想要招做爸母的人来讲，是件真重要的课题。毋但安尼，有的人佫必须要照顾时代，若临时有状况，常常要请假，这以现主时的政策，拢是看袂到的隐形的负担。我们看到职场缺工是一个面向，家庭里也缺工啊。最关键的因素其实还是我们整体工时太高了。那整体工时太高的状况，其实非常不利于有照顾需求的家庭，特别不利于这些女性。事实来讲，要生计嘛是一个问题。这10几年来，主体市场投机炒房、地租公司失去平衡，厝价直直起，真正有住房需求的人无法度负担。若要找到好的、佮正常的空间，嘛是介无简单。台湾的租市场完全不公开透明，而且还很险恶嘞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因为他们会因为房价变高，然后连租屋的金额都变高，那你要跟他含扣也不可能啊。行过人生顶半场，青壮世代爱面对的，除了父母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外，佮较侪是工课场的竞争、家庭责任，还佮有未来生活的挑战。若是政策佮较周全，对着时代的进步，这个困境就会转做后一个世代的希望佮力量。记者吴鼎武、林建如综合报道。